但是根据他们所提出的版本，第5条很明白的说，跟所谓渗透的来源有接触之后，来进行或游说，它有加一个或字，就是你只要把那个意见带回来，那你就有那个可能性。当然，昨天我公开的出来讲过之后，他们就对于这个定义的部分就发现需要好好的慎重。这就是为什么亲民党存在的道理。那就是不是以政党的那个单独的看法，而是真正中道的看法，能够有第3个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李正皓为什么要到国会新的民意仔细去好好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各位亲爱的乡亲，我今天为什么要来为李正皓加油？我李正皓、郭台铭，好多今天亲民党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被国民党开除的。开除的。各位亲爱的乡亲啊，我记得有位歌星唱了一条歌，我不是被开除，我是自己退党的。我有先见之明。好，我们拉选一下我们的李正皓，老师跟家长监督的这个李正皓，没错。然后还有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一起听李正皓，好不好？民国39年，我就在中和国小念过书。各位亲爱的乡亲啊，中和对宋楚瑜来讲有深厚的感情。各位亲爱的乡亲，我今天为什么要来为李正皓加油？我李正皓、郭台铭，好多今天亲民党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被国民党开除的。开除的。各位亲爱的乡亲啊，我记得有位歌星唱了一条歌，我不是被开除，我是自己退党的。我有先见之明。各位亲爱的乡亲，有位歌星叫做苏芮，唱了一条歌，叫做《一样的月光》。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那就是宋楚瑜在做省长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只要一下雨，中有河就会淹水，还记得吗？对。宋楚瑜到这边26趟，把瓦窑沟的问题解决了，有没有啊？有。各位亲爱的乡亲，宋楚瑜努力的做的事，但是被人家妒忌，然后把他开除。你想想看，李正皓，他认为另外那一位不太行，他就讲一讲话也被开除，讲真话的人被开除，会做事的人被开除。国民党啊，你要好好加油啊，让我们重新找回国民党创造